世界瞬息萬變，保誠世裕財富讓你無懼變遷，贏在起點。一邊為你無間斷增長財富，一邊在你靈活跨代傳承，俾你響資產增值同財富傳承上盡享多樣性、靈活性同埋延續性，成就你想嘅財富傳承方案，為愛傳承。45歲嘅創業家 Sam 憑藉過人眼光成為咗富一代。熱愛家庭嘅佢，希望太太 Sarah 同女女 Kelly 有持續安逸嘅生活。Sam 想創富之餘，都渴望將努力嘅成果世代相傳，所以揀咗世裕財富幫佢達標。眨下眼 ，Sam 65歲，佢希望一次過為太太、女女同孫仔做好財產分配安排。Sam 運用世裕財富嘅開支散業選項，將保單一拆為3，為每位摯愛訂立專屬嘅財富方案，傳承大計一步到位。為確保太太 Sarah 日後嘅生活質素，Sam 指定 Sarah 為第一份保單嘅受益人。當 Sam 不幸離世，Sarah 亦無需等候遺產承辦，立即一筆過獲得100% 身故賠償，以現金流即時解決生活所需。Sam 希望及早為孫仔 Keith 嘅未來鋪路，指定 Keith 為第2份保單嘅受益人。佢擔心孫仔年紀細，冇理財經驗去處理一大筆財富，所以透過市場首創嘅自主傳承身故賠償支付選擇，預先安排 Keith 喺自己離世後，先以每月分期形式收取20年金額，仲為 Keith 選擇好人生事件。當 Keith 1到35歲，就可以一筆過收取餘下嘅身故賠償款項，為愛傳承之餘，同時做到身教效果。Sam 喺孫仔 Keith 25歲時離世，按自己意願為孫仔未來10年提供戶宇現金流，而 Keith 喺35歲時可以一筆過獲得餘下嘅款項，確保可以成熟管理自己嘅財產。為咗令第3份保單達至跨代傳承嘅效用，Sam 分別委任女女 Kelly 同孫仔 Keith 做保單嘅後續持有人同後備受保人。Sam 離世後 ，Kelly 成為咗保單新持有人，Keith 亦成為新受保人。Kelly 可以仿效爸爸嘅做法，委任其他後續持有人同後備受保人，令保單無縫延續。亦可以將保單價值繼續滾存，又或者提取部分或全部現金價值去應付自己嘅開支，或者透過開支散業選項將保單再分拆，妥善分配財富。保誠世裕財富，在你建立恆久豐盛財富，為愛傳承理想嘅未來藍圖。